佢哋喺被竇搞緊乜？你估下，你估下。佢哋又喺被竇搞緊乜？你又估下，又估下。不過 Emma 同 Terry 呢一對呢，我就知佢哋做緊愛做的事啊！真人 show 重點係咩？一字記之曰真。最近英國呢個求愛真人 show 呢，就真係夠晒真啦！節目就當然講求愛啦，求得愛就當然。由於夜晚呢，大家逼埋同一間房，12 pair 人呢，每對一張床，有晒 cam， 大家都係收收埋埋嘅。不過日前呢集，佢出嚟啦，佢出咗嚟啦。雖然重要部位睇唔到，不過交歡過程全程出晒街。唔好話電視機觀眾啊，現場其他情侶都睇到 O 晒嘴啊！28歲嘅男主角 Terry 同19歲嘅女主角 Emma， 今次打破慣例，交歡於人前，吸唔吸到手舌呢就唔知啦。不過因為係喺9點鐘時段出街，有團體就抗議電視台咁早播埋啲兒童不宜嘅嘢，簡直係教壞小朋友，將男女性關係描述得太隨意啊！